但係有時一個人咧，真係唔係話乜嘢都撒賴就得㗎，各位。因為呢個世界上有一樣嘢咧，好客觀嘅，叫做票房，唔到你撒賴嘅。我大話出道到而家10年啦，10幾20部唔止，20幾30部，可能30幾40部啦，大話拍過，但係冇一部收得。唔係一部唔得，係部部都唔得。即係除咗成龍有份拍嗰部啦，即係但係當然喺成龍嘅角度就係我有份拍啫，你明唔明？即係10年前就話我，唉冇機會啫。而家好啦，有咗10年機會啦，唔好報得。你淨係唔得到點咧？有戲上映啦，你走去同個導演講：啊導演啊，唔係啦，唔好落我個名，唔落會得啲。唔係啦，你直情下一步咧，你直情俾咗片酬俾我就算啦。即係你會咁樣諗嘅，你明唔明？因為你人生會嚟到一個階段，你覺得原來真係會唔得嘅噃。當前咧係得2個選擇，一係再次放棄，一係等一個機會做個甘草演員。